为庆祝台南县市合并升格10周年，台南市议会伫去年12月举办10年有成台南共好的系列活动，并邀请全国的民众以系列活动为主题，举办画图甲摄影比赛。画图比赛分社会大专、国高中甲国小幼儿园，各组选出前3名甲家族，总共56位。而摄影比赛取前3名加7名家族，66位得主在1号上午伫议会1楼大厅举行颁奖典礼。那么多的展品，那么作品呢，做到所有台湾市民的肯定。那非常谢谢你们来参加你们的作品呢，得到评审委员的认同和来获得这个奖项，这是你们的殊荣新娘家代表台南市议会，甲你奖励。议长霍信良表示，这届画图甲摄影比赛参赛者真多，其中也不少是外县市的民众来参赛。得奖的作品嘛将对今仔起到4月23日，伫议会1楼大厅来展出，欢迎民众踊跃前往参观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